一個後生女仔經歷咗一次令人心碎嘅失戀之後，覺得自己人生完全崩潰晒。佢好深愛住對方，覺得佢哋呢段愛情，人生就冇嘅意義。佢開始有輕生嘅念頭，覺得自己好似一個跌爛咁嘅花瓶，啲咩價值？佢嘅朋友嚟探佢，見到佢哋憔悴，都冇講咩安慰說話，反而俾咗一張相佢嘅。嗰張相就係一件用金繼 Kintsugi 修補好嘅破碎瓷器。佢裂縫閃住靚靚嘅金色。朋友話喺日本瓷器爛咗，人哋唔會掉咗佢，反而會用黃金將佢裂痕修補翻。佢哋相信呢啲裂痕同修補嘅過程，令到瓷器變得更加獨特、更加珍貴。個女仔望住相入面嘅金色裂痕，眼淚都模糊晒。朋友接住講：你而家個心好痛，就好似呢個爛咗嘅花春咁。但係呢啲經歷唔係摧毀你，而係你生命入邊獨特嘅裂痕。你唔需要丟棄自己，你可以雇用時間、愛同自我成長，將呢啲裂痕修補成獨一無二嘅美麗。嗰一刻，個女仔頓時明白晒，生命唔會因為失去一段愛情就冇乜價值。佢明白到最重要嘅愛，其實係愛自己，係接受自己嘅破碎，並且俾自己重新企返起身嘅力量。佢開始揾專業幫助，慢慢修補自己，最後活出比以前更加堅強、更加有光彩嘅人生。